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这个周末是我们环保局清洁临时人员的招考。那在招考前呢，我们当然要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招考的内容是什么哦。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清管科科长潘科长。科长好。对，科长，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这个周末啊，听说竞争非常激烈，大概有多少人报考啊？我们这次的清洁临时人员总共有4200多位，报名参加，我们只有录取预定是300位，300位，所以几率真的不高，比高普考还难考。是比高普考还难考。是。但科长想请问一下，我们到底要考些什么呢？男生拿着15公斤的米袋，女生是拿着8公斤的米袋，然后来回总共跑60公尺。所以我们是比体力就对了。当然啦。是，那科长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观众朋友提醒一下，我们招考要记得带哪些东西，很重要，如果没有带就不能进去考试。注意听哦，这次的招考一定要带身份证或健保卡或驾照或护照这4样的其中1样。如果没有带的话，你就无法参加这次的考试。是，我们这次在5月25号下午2点已经公布了，你必须要按照你的梯次的报到时间，如果预报到时间唱名3次未到，就视同缺考了。是，那科长最后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说，我们这300个临时人员招考进来之后，他们大概要做哪些工作呢？环保局的工作非常的多，包括垃圾收运，搬家具、清水沟、扫地。还有一些临时状况啊，比如说我们遇到武汉肺炎的时候要消毒啊，等等，还有下里服务，这个都是在我们环保局清洁人员他的工作范围内。是，所以就是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对吧？是的。是。那这个礼拜6、礼拜天的这4200位的朋友，你们就要加油喽！加油！对，那我们现在来体验看看这个拿女生背着8公斤到底是有多难跑，我们来体验看看。好，走。你跑太快了吧，好累哦，超级重。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5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港尾高溪排水是林德区甲桂林区主要的区域排水，因为出口的地势较低，加上排水断面不足，一落大雨就淹水。宜湾投诉员伫个议会总质询指出，虽然有持续进行整治，不过因为江部有污水工程，佮受到5月份的大雨冲刷。桥墩出现头空，连带嘛影响到施工的进度，互宜湾是非常的烦恼。宜湾投诉人伫总质询当中，点起目前港尾高溪桥墩施工过程中，因为各工桥同时进行大污水管线的工程，结果因为5月22号大雨影响，这期桥墩的主结构已经脆糊糊，除了要求追究责任，嘛要求水利局赶紧施工。宜湾认为，和民众改道无方便也当体谅。一旦107年港尾高溪，特别伫86线桥卡段的水量再次不中，造成林德甲桂林淹水，民众就无法度接受。咱已经开工哦，咱要彻底伫桥墩开工哦。即马污水会要做，咱从啊停起让因做，让因做，伊规个桥卡下底水糊糊。你看市长。这就是823整个迄个港尾高溪的水量啊！你看遮长啊！迄个工程即马搁吐伫遐，啊连港大雨来，毋着规座我86的基座拢放去啊！即马责任归属是谁无要紧，咱一定水利局爱催促较紧咱的部分，会当做较紧做，咱袂当互一个做污水的，甲咱误甲安尼嘛，吼！
啊，责任归属，送几分的责任，迄是。互因去家己去调解啊，咱袂当为着这甲咱的工程影响到啊，是不是安尼？跟议员报告一下哈。嘿。那目前这个污水管线的工程的部分呢，持续在施工中了哈。那当然，今天早上高工局的部分呢，也会同我们水利局两个单位，现在目前在现勘之后，然后我们依据它的相关的一些施工的一些的建议方案，我们会就是立即来办理这个部分呢。河道的抢修的部分，我们会在6月底之前会尽速会把这个部分先把它完成，不会有影响排水的一个状况。会中议员持续关心治水，特别是到尾高溪顶游也是溪仔巷桥这段，以往有高度甲河道跨度不足问题，所以强烈要求加强到尾高溪顶游段的整治，嘛是该溪整治的最后一里路，以确保线轮历年园区的防洪排水，甲民众徛起安全。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因为天气真热，中小学的教室装冷气已经变成热门的话题。目前6都拢已经有相关的规划，有的甚至已经实施。议员黄丽椒伫个总咨询，就再次替学生签名。对此，教育局长甲市长纷纷表示，目前正伫个评估可行方案，会努力来解决问题。天气愈来愈热热，议员黄丽椒根据气象资料表示，高温一直破纪录，嘛互伊走摊热甲连目睭拢贴袂开，所以嘛为各中小学生的教室装冷气来签名。开始冷气到底装唔装的议题，每一档都在争论。议员表示，为了提供学生舒适的学习环境，目前6都拢有相关的规划，甚至台北已经全面装饰。咱台南目前究竟态度如何？会中甚至以市长伫学术教界满意度6都第一，进一步要求市长表态。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学习环境，那是对小朋友，因为囡仔伤活动，你来到教室坐袂牢，所以他的学习品质就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优所以说是不是已经6都都有开始在设立，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嘉义市我有去给他查，嘉义市跟嘉义县他们都已经，都已经设好了。从另一个角度，也有意见人在讲说，孩子在冷气房，然后下课要出来跑跑跳跳，这样子温差这么大，其实对他的呼吸系统还有跟他的健康，也未必全然都是好。那当然了，能够改善环境，这个是可以。事实上，教育局郑局长也很关心这个事啊。是啊。所以他也跟我提过，我们也在努力在想。解决方案。延续顶一会期，议员争取安南区设立台港亲子馆的质询，上午伊相当烦恼，但感谢因为黄局长离开，煞无进度。会中拄来进一步追踪，希望了解建地的规模、经费来源以及用地处置到底当伫倒，以甲市府社会局探讨。对此，会中市长明确表示，答应明年1月1号对编列规划费，请议员放心。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议员区里里伫总咨询针对中央提出4档9000亿的大南方山海经济发展计划，伊一点名各局处。议员质疑的是，经发局甲文化局所提出的计划，拢伫空中飞，并无互市民有感，甚至嘛怀疑日后的产值敢真正会当带动经济，要求市府爱检讨。4档高达9000亿的大南方山海发展计划，相信各县市拢积极向中央争取。不过，议员区里以经济发展局所提出的5G、加 AR、VR、AI 等智慧城市的发展为例，认为这拢是市民无直接感受的经济，而且所有计划伫旧城区拢挂零，相当不满。台南市是靠历史文化的定位升格做直辖市的。所以过去在经济发展里面，是以文化园区跟商圈来带动周边的经济。你现在全部把台南市的产业经济全部认为在高科技的产出，它的产能就能够带动，它的产值就能够带动经济，它的产值就能够带动就业人口。你觉得这样子，你要做几年啊？你别这个当。跟议员报告一下，我想文化的部分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生成。我们现在讲的，包括台积电进来以后，我们希望科技跟文化部分能够共同的这个来努力啦。文化
议员认为，市府为了争取经费所提出的计划，拢伫空中飞，也包括文化局一棍头提出历史文化体验、看来糖厂、甲天马电台等3项相关影视园区的基地。议员认为地点拢相近，而且敢会当去民间投资对30亿到100亿，议员认为并不乐观。所谓的历史3部曲，这个100亿元。你是要叫伊去后壁参观，还是要叫伊去咸水参观呢？根据报告，台湾3部曲这个会纳到大南方计划，是因为它有一些赋税减免，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相对单纯是赋税减免。但是安内影视基地这个部分还有招商引资，还有包括整个园区的开发。对嘛？是。你还是要投入经费，不是说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叫民间拢要叫民间来投资。民间哪有可能讲我去投资一个历史文化体园区？再过来做你安内糖厂，赶快影视基地。好，你短短的一个台南市这么小的人口，那个叫做人口集中在西半部，然后你在西半部又弄一个天马电台艺术文化科技体验园区，你干那这个艺术文化影视歌剧，台南市就提3个，台南市有需要3个影视园区吗？的确是不需要，所以现在的定位不需要，你说定位会分开哦，定位上是分开的哈。面对6月6号罢免韩国瑜的投票，议员伫即阵的尾声嘛借着嘉隆界6句经典的俗语来考试伊会到这个地步，正是君子一言一忠，小人千言无用等等来支持高雄人罢免成功。今日新闻郭文吉、林根采访报道。面对少子化冲击，昆山中学也受到影响。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昆山中学的董事长吴振汉特别邀请前台湾中油董事长，嘛是前南台科技大学校长戴谦来担任校长。5号正式接任昆山中学英语董事长兼代理校长。伊强调，上任上重要的任务，就是带领昆山中学迈向国际双语学校。成立将近1甲子的昆山中学，过去是台湾的大校，但受到少子化甲财务问题的冲击，这几年的学生数也大量的减少。昆山中学的董事长吴振汉为了进行改革，特别邀请了前南台科技大学的校长，甲前中油的董事长戴谦来到学校担任英语董事长甲代理校长。5号举办报答典礼，现场也来了侪贵宾的参与，见证了戴谦的好人缘。会中也由着董事长颁发聘书。戴谦强调，伊欠赖副总统一间国际双语的学校，所以这届伊要来实现这个梦想。吴董事长先抗议找我的时候呢，我经过了一番思索，最后我决定接受这个工作。我心里想，刚才我讲的，对大台南来讲，我们有全英的小学的话。是不是这个家长这一批小朋友不必舟车劳顿，一大早要起来？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这一块土地上，这是我的故乡。吴董事长规划了全英幼稚园，规划了全英小学，最后找到了教育机构。在台湾，在我国里面呢，最著名的威尔森来加码，所以呢，我想我欠赖副总统一个全英学校。我刚才讲过，人生有梦，能够完成人生的梦是何等幸福，所以。我大胆的做了这个尝试。会中也正式签署了昆山中学、甲昆山科技大学以及威尔森教育机构的合作意向书，3个单位将共同打造一个全新的教育环境。我们会有全英的小学。第3个部分，我们有技职教育的部分，跟昆山科大有策略联盟，我们跟他们的民生学院。我们现在的科系跟他们的民生学院是完全对接。我们的全英的部分由全国经验最丰富的威尔森这个教育机构
来替我们担纲。所以呢，我要在这个地方对大台南所有的乡亲父老报告：选择昆中，你的小孩子会鹏程万里。面对昆山中学欠薪的状况，戴谦表示，伊上任后也绝对会好好来处理。当市长吴正汉也强调，已经甲教职员协商好啊，期待伫戴谦校长的带领之下，互昆山中学走向一个新的未来。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为了让民众更加重视环境保护，环保署特别伫台南文创园区举办花果展览。有互动装置、历年花果甲资料的展示，适合大小朋友做伙去参观。今年是世界地球日50周年，但气候变迁渐渐严重的现在，环保议题是每一个人拢爱面对的。为了让更侪人重视这项问题，环保署特别伫台南举办环境花果展，希望大家会当用过去的经验协助复原受伤的地球环境。过去，我们因为我们的无知，或者甚至说是贪婪，那么对我们环境、地球造成的伤害。那经过这些时间，大家共同的努力，那我们所达到的一个成果。那么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展览，一个是警惕，让我们知道我们避免再去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伤害。那也让大家看到说，其实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是有机会去弥补我们对环境造成的伤害，那让它来逐步的恢复。中央环保署特别来台南办这个地球日50周年的活动。那我想，地球现在面临什么状况，应该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议题。那尤其在疫情的情况下来谈地球日，我想大家更有感触了，就是到底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在这50年来做了哪些事情呢？那也欢迎大家来这里看。囡仔就是未来的希望，为了让爱护地球的观念向下扎根，活动嘛邀请小朋友来到现场，分享因各种爱护地球的想法。我们荣获台南市的低碳示范校园标章认证，所以说啊，平常我们在学校的节能减碳、节约用水、资源回收等等，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的。松土、播种、浇灌、除草、观察记录农作物的生长，到采收、清洗、烹煮，自己种的自己吃，体验在地低碳健康的概念。发挥创意很重要，让大家觉得没用的垃圾大变身。希望更多人也可以一起参与。有需要才会开灯，不开冷气吹自然风，衣服少量不用每天洗，所以大人每2个月的电费只需要200元。这个展览规划4大展区，有地球日50周年区、台湾环境主题区、环境影像区以及护地球行动区。回顾近50年以来，世界甲台湾重大环境事件甲议题，欢迎大人小朋友伫6月7号进前踊跃参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感谢防疫期间医护人员的付出，洪家腾由当署长钟杰林带领，捐赠6台电动机车，予基美医学中心作为社区医疗服务使用，而且特别选伫世界环境日举办捐赠典礼。为了感谢基美医学中心伫防疫期间所做的努力，洪家腾智慧电车特别选伫6月5号世界环境日，捐赠了6台因公司的电动机车予基美医学中心。希望予护理师伫社区医疗的时阵会使使用。捐赠典礼当中，洪家腾的董事长也亲自出席，并向院长介绍这台车的特色，希望这台车会使帮助医护人员伫社区出入更加方便。我是觉得医护人员在第一线，他们也对这些病患跟我们对台湾都是非常有贡献的。因为阮只要有这个机会，都要用他们可以提供他们社区医疗服务用的比较方便，不用说一定要有汽车因为他们大街小巷这样子，医护人员也是很辛苦，有时候把车子要停到巷口，然后背着这些器材到那个住户里面也是蛮辛苦的。刚好有一次跟院长聊起对我有跟他报告说，我们有那个智慧电车的一个开发，然后以后量产的话，他就说，刚好这个居家服务这个
这个摩托车的交通工具是最适当的，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啊，所以就来捐赠奇美，让医护人员有更好的、更安全的、更环保的交通工具给他们。洪家腾他们的智慧电车，刚好是这个减少世界污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那奇美医院在居家社区服务做得很多，那有很多大街小巷，我们都护理师会到家里去访视病人。那在这些大街小巷呢，有时候汽车没有那么方便的时候呢，用这种电动的摩托车是一个相当方便的，可以服务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也相当感谢钟董事长他们在地的企业他们扶持我们医院在这一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业绩。奇美下中心强调，柳营甲嘉义医区相对来讲拢较偏远，有方便的电动机车，将会使大大提升出入的方便，甲工作的效率，也佫会使降低空气污染，落实节能减碳的永续理念。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防疫期间，邮局打起催暗甲酒精的配送工作，予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有充足的物资会当使用。为了感谢这阵点点付出的绿意天使，主席基金会发起关怀活动，要唤起民众做伙来关心医务人员。照顾台湾有您真好关怀活动是由自治基金会甲台联邮局联合主办。活动即天出席贵宾包含立委郭国文、市府官员、药师工会以及诚侪贵宾共同参与，要来感谢医务人员伫这100多天防疫期间的辛劳付出。我们过去在疫情蔓延的时候，第一阶段的时候呢，大家比较会注意在第一线人员的关怀工作我们慈济也是一样，但是呢，上人呢就做事很用心很圆满他希望这么多的口罩防疫物资呢，都要透过这些绿衣天使呢，他们是最接近人群的团体所以大街小巷从都市到乡村的这些物资的运送呢，都要靠我们这些绿衣天使。那这一个区块呢，比较会被让人疏忽掉一般是这样子，大家都会注意的地方大家也比较会用心一点比较会疏忽的地方就比较不会去用心的啦。那我们上来就是说，这个邮务室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要给他们关怀。这个活动为我们所有在第一线防疫作战的医务同仁呢，注入一股强心剂注入一股暖流。因为刚刚就像那个我们那个执行长讲的，大家会觉得说这是应该的怎么你还要感谢我们？他会觉得受宠若惊。那确实我们是受宠若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防疫期间，我们有一群默默在守护我们全民健康的幕后英雄，有我们的医护人员，有我们的药师的药局，还有把口罩送到我们的药局的一些医务同仁。大家都很认真，就是说希望能够尽一份心力那我们在防疫期间呢，我们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值得。台南邮局表示，伫防疫期间，邮局负责台南市6间翠安工厂的收货甲载运，每天的销售量大约是400万片，并配送到台南市676间药局以及卫生所。早至6月4号，已经配送将近5500万片的翠安，互民众会当顺利买到，度过防疫的时期。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